咁我哋睇翻我哋上次講呢個實踐轉化循環，由呢度開始啦。咁今日咧就會講第一個 step 啦，就係走進現場啦，同埋第二個 step 咧就係跨科探索嘅。咁走進現場咧，其實我哋就係要睇翻我哋嗰個現場嘅環境啦，或者我哋叫做 context， 或者叫 contextualization。咁所以咧就包括我哋嘅文化啦、歷史啦、社區嘅狀況啦、地理嘅環境啦、物業嘅狀況啦，或者睇埋你教會啦，啲會眾係啲咩人啦，同埋你哋有咩恩賜同埋有咩限制嘅。咁所以基本上咧就係即係要睇晒成個大環境，同埋我哋以往嘅歷史、教會嘅歷史，或者你嗰個，或者你哋機構又好，或者營商都好啦。咁其實都係要揾翻一啲已經有喺嗰個社區或者嗰個你哋嘅歷史文化裏邊揾翻嗰啲嘢出嚟，然之後咧整合咧嚟到建立我哋呢個即係所謂一個項目嘅。咁所以咧，我就用翻我本書啦，或者我自己嗰個研究嘅一啲背景啦。咁因為我都係喺香港啦，咁所以我就係睇翻我哋香港嘅社會嘅狀況啦。咁同埋我哋有啲咩我哋可以或者係教會有啲咩可以回應。咁首先咧就係樂施會嘅報告啦，2024年嘅。咁佢就話咧，城市整體嘅貧窮率咧，其實咧已經高達咗20.2%㗎啦。咁所以咧就係有139萬人咧係處於貧窮狀態，或者係一個貧窮線以下。咁所以貧窮人口咧，其實佔咗我哋香港啊，其實超過咧係20%，即係1/5㗎啦。咁另外一份嘅報告咧，就喺2024年啦。咁佢就話香港咧仍然係全球生活成本最高昂嘅地方嘅。咁最大嘅因素啦，或者最大嘅問題咧，其實喺房屋嗰個成本裏邊啦。咁就係連續14年係成為全球咧係樓價負擔係最沉重嘅城市。咁負擔率咧就係16.7%。咁即係意思就係話咧，你可以儲住啲錢，儲16.7年，唔食唔飲咧，咁你就買到樓啦嚇。咁所以都要係即係就算打工一路儲錢，都要儲咁耐，先至可以買到一層樓。咁睇翻我哋嘅住屋嘅問題啦，譬如住宅而家個平均尺價啦，或者2019年咧就係US dollar 咧就係1987蚊一尺嘅嚇。咁公共屋邨咧就人均嘅空間就係只有13.4個平方尺，都好細嘅。咁就係2021年嘅報告嚟嘅。咁我哋平均輪候公屋嘅時間咧都要排隊嘅，咁就要5.8年。咁獨居長者咧就會快少少，就3.6年先至排到隊入到去公屋。咁呢個係2021年嘅數字。咁我有超過20萬嘅人口咧住喺一啲叫劏房嘅單位，即係英文叫 subdivided flats， 即係將一個單位咧就劏細咗，即係好似我哋左手邊呢幅相咁啦。就你見到咧佢哋啲床啊，就有上下格啦，係嘛？咁啊，如果你小朋友要做功課，又係喺個床嗰度，或者開張台喺中間就食飯。咁當然有好多雜物啦，廚房又喺埋嗰度，係嘛？咁有啲劏房咧，成個廁所咧都喺埋度嘅。咁就總之咧，就一間房咧，4埲牆裏邊咧就擺晒所有屋企或者屋企有幾多人喺度住咧，都喺晒嗰度噶啦嚇。咁所以嗰個居住嘅環境係非常惡劣嘅。咁咧人均嘅公共空間咧，其實公共空間都好缺乏嘅，因為即係個城市都好擠迫啦。咁香港咧就係有即係每個人咧有2.7個平方尺嘅公共空間嘅，而新加坡咧就有7.4平方尺嘅空間啦，而紐約咧就有超過10個平方尺嘅公共空間嘅。咁睇翻我哋嗰個尺價啦、樓價啦。咁啊，香港島即係你當係一個住宅嘅樓價，一啲新建嘅住宅樓價咧，就大概係要2萬幾蚊一尺啦，超過2萬蚊一尺啦。咁呢個2025年都叫新嘅一個統計嘅指數嚟啦。咁新加坡咧就係都要17000幾蚊一尺，即係港紙啊講緊。咁啊，台灣咧就少好多噶啦，8000幾蚊一尺嘅啫，即係差唔多香港嘅接近1/3噶啦。咁啊，東京咧就5000幾蚊尺啫喎，原來。而北京咧仲平啲，4000幾蚊一尺就都可以買到啲新樓噶啦。咁所以香港個尺價咧
或者個樓價咧就係非常之高昂啦。咁咧都係用翻呢本書咧，其實我都用咗佢唔少嘅，就叫做為何我們無法成為理想中的大人，就係講香港青年面貌嘅報告嚟嘅呢本書，咁啊突破出嘅。咁呢本書就都啱啱出咗唔夠一年嘅啫。咁佢就話咧，18至到29歲嘅年青人嘅人生目標係乜嘢咧？咁原來咧買樓咧都算係佢哋人生目標嘅咧，就有35.6% 咧係希望可以買樓嘅，都唔算或者唔算好多其實。咁為咗結婚咧就得28.3% 嘅啫，而生仔為目標嘅咧就得19.2%。咁所以佢就話咧，現今嘅年青人唔再咧係覺得結婚咧係人生嘅目標，認為咧建立咗一個經濟基礎先至會考慮結婚嘅。咁所以引證咗一個咧係遲婚不生育嘅少子化嘅社會趨勢。咁2025年聯合國嘅世界幸福報告咧，咁香港喺147個國家或者地區裏邊咧，就係排第88。咁幸福指數咧係得5.491分嘅啫，咁滿分係10分啦。咁所以個排名咧都係一路下跌噶啦。咁所以嗰個城市裏邊嘅盼望啊，或者即係個開心嘅程度咧，都係麻麻地啊，或者越嚟越差。咁跟住我哋睇下教會嘅挑戰係乜嘢。咁 George Barna 啦，或者係 Barna Group 嗰個主持人啦，咁佢就即係做好多，其實佢哋做好多喺美國做好多研究嘅，即係基督教教會嘅研究嘅。咁佢就話咧，喺20世紀末到21世紀嘅開端咧，其實教會已經失去佢哋對社會嘅影響力，除非教會能夠實實在在咧係重新去改造咧，咁咧就否則咧就會係同嗰個時代咧係脫節。咁另外一本書咧就係個作者叫 Mark Tisworth 啦，咁佢就話大部分嘅堂會咧係採用緊咧係20世紀嘅制度去管理21世紀嘅後現代教會嘅。咁因為堂會咧係冇跟住社會嘅改變而更新，所以咧同時代咧係脫節，制度咧係老化，管理欠缺彈性，同埋要徹底改變咧係非常之困難。咁另外一位咧叫 Leonard Sweet 啦，咁佢都寫咗好幾本書噶啦，咁佢寫嗰啲書都比較有前瞻性嘅。咁呢一本咧，佢就喺裏邊咧就話咧，後現代社會係一個改變世界或者係被世界改變嘅文化。咁一般堂會咧係傾向比較保守啦，同埋咧就唔會站喺變革嘅尖端啦。咁佢建議教會咧應該咧係由一個維穩嘅文化咧轉去一個創新嘅使命文化。咁即係教會都係一般都係穩穩陣陣，最好就唔好改咁多嘢係嘛，或者唔好就搞到啲嘢亂晒啊，或者係總之就唔好搞咁多啦。我哋大家即係簡簡單單繼續係即係我哋疫後咧，我哋就要復常啦。咁就總之翻以前咁咧就冇事噶啦，應該咁呢個就一般個文化就係咁樣諗。咁另外就係阿 Neil Cole 呢本Church 3.0啦，咁呢本我會繼續一路都會用佢 call 佢噶啦。咁佢就話咧比起一啲商業嘅機構咧，其實教會一直咧對於社會問題都回應得好慢，即係教會通常都唔會話好快出嚟咧係回應。咁教會嘅宗教嘅本質咧其實咧係過分保守嘅，就傾向咧係認為一切係都係神聖不可觸及嘅，即係唔好搞佢嚇。咁結果就係教會不斷係落後於社會啦，咁同埋大眾文化同大眾文化咧係即係變得係毫無關係 irrelevance 又係咁講嘅。咁另外一本咧就係呢位叫 Mark Davis 啦，咁佢就話美國大部分嘅堂會咧現有嘅制度咧只係適合裏面即係人口裏面嘅40% 或者仲少啲，咁其實對60% 或以上咧即係大部分嘅人士咧都完全係唔適合嘅咁所以咧即係根本咧就或者對於啲年青人尤其是咧，其實佢哋即係對於教會現有嘅制度咧，其實同佢哋嘅文化咧已經越嚟越遠噶啦。咁你可能大家都見到啦，或者如果你係唔係住喺歐美啊、北美啊或者歐洲啊，其實都見到好多呢啲教堂咧係攞出嚟賣嘅，因為好多都開始執笠，或者開始係冇晒啲人，或者太老化得太緊要，剩翻幾個老人家，咁佢哋就又冇牧師，咁不如就賣咗個物業，或者咧將呢啲物業咧係即係租俾人轉型去做第二啲唔同嘅或者啲商業嘅生意啊，又即係唔同嘅嘢。咁變咗其實咧，如果上網 search 咧，其實好多即係呢啲教堂
或者幾百年嘅教堂都攞出嚟賣，咁其實非常可惜。咁所以咧就話有唔少教會咧都被逼要轉型，因為根本啲營運落去唔到，係咪啊？變咗佢哋就賣咗部分嘅物業啦，係咪？又或者同其他堂會合併啦，又或者租借俾一啲少數族裔啊，或者甚至譬如歐美好多租俾啲韓國人啊、中國人啊，係咪？或者啲南美嘅新移民啊，咁甚至咧係轉咗到第啲宗教，即係譬如變咗清真寺啊都會有。咁有啲就即係就被逼要關上大門啦，或者要執笠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教會咧，就將佢哋嘅建築物咧改變成為社區中心啦，又或者變咗音樂嘅會堂啦、餐廳啦、無家者嘅收容所啦，或者輔導中心等等嘅。咁香港咧就呢一本就叫2024年嘅教會普查嘅簡報啦。咁我哋香港有一個叫教新嘅一個組織啦，或者教會更新運動呢個組織啦。咁佢哋每5年咧就會做一啲統計嘅。咁所以咧上一次嘅統計咧就係2024年，咁佢就話香港嘅實體崇拜人數咧就係有197000幾嘅。咁比起5年前即係之前嗰個統計咧，就下降咗26.4%。咁即係縮減咗超過咧係7萬人。咁網上崇拜咧就嗰度咧就有2萬幾人。咁主要因為係疫情啦，係嘛？疫情好多人就變咗做上網啦，又或者疫情咗之後咧，佢哋又唔翻嚟實體崇拜啦，或者留翻喺網上崇拜啦，都會有啦。又或者有好多就移咗民離開咗香港啦，因為社會運動嘅關係。咁有啲堂會其實就淨係移民嗰啲咧，都可能走咗1/4啊、1/3啊，咁都會有。咁加上有好多年青人亦都唔翻嘅，咁所以咧，其實教會嗰個即係喺呢5年間咧，其實個影響都好大。咁跟住佢話咧，青少年嘅人數咧就減少咗28.8%，即係比個成年人咧就更加係嚴重。咁所以咧，教會咧就變咗係老齡化個現象咧係即係非常嚴重啊。咁我哋都見到有好多教會咧，其實就連嗰啲主日學啊，即係嗰啲細路仔嗰啲兒童班啊，咁有好多都已經係唔做啦，或者係已經 close down 咗。咁因為實際上都唔夠小朋友或者兒童，咁變咗咧就變咗一間教會咧就變咗係一個長者教會，咁有好多都係。咁跟住佢就話咧，就其實咧有83.5% 嘅堂會咧係人數縮減嘅，即係大部分嘅堂會都係一路係萎縮緊嘅。咁超過1000人嘅特大型堂會啦，或者係即係所謂 mega church 啦，其實 mega church 係應該係計2000人以上嘅。咁但係香港我哋就計係一代1000人以上咧嘅堂會咧，就由2019年嘅30間咧，就減到而家嘅得16間啫，即係差唔多減咗一半噶啦。咁所以咧就啲即係超大型堂會咧就越嚟越少噶啦，其實。咁所以咧，其實就係社會經歷咗即係城市我哋經歷咗社會運動啦、疫情啦等等啦。咁所以咧，就一般即係所謂中文嘅堂會嚟講咧，就經營都有困難，即係包括人數減少啦、奉獻不足啦。因為嗰啲有好多中產或者係中年有家庭嗰啲，即係做緊嘢嗰啲30-40歲啊，都移咗民走咗，帶埋啲小朋友即係去咗英國啊，或者去咗唔同嘅國家啊。咁所以咧就奉獻係少咗嘅。咁甚至咧係揾唔到適合嘅牧者，即係有啲係冇牧者嘅添。咁會有年紀就越嚟越大啦，咁亦都好缺乏新嘅一代嘅。咁我哋跟住咧就想睇埋咧教會嘅空間嘅情況喺香港啊。咁一般香港有好多教會都好似呢一間咁咧，就係上咗樓嘅，或者係啲即係所謂我哋叫樓上教會。咁有啲係譬如80-90年代就好興係呢啲嘅，就即係買咗一個單位，就係一個商住嘅大廈嘅，可能1樓、2樓啊、3樓啊咁樣。咁亦都即係呢一啲咧就比較係容易啲見得到，即係起碼又可以擺到個招牌，或者係行街都會見到佢哋喺上邊。咁所以就話咧，教會咧係即係香港咧就一般都係即係個規模係比較少啦，因為空間又唔係太多。咁咧就正正咧就顯得我哋每一尺嘅空間咧都係非常之寶貴。咁但係咧大部分嘅香港嘅堂會嘅教會咧都係好着重禮堂嘅部分啦，最關心咧就主要係星期日，即係能夠坐到最多人入到個禮堂咁就最好啦。咁但係咧一般平日咧都會唔係太開佢哋道門嘅咁都係主要係俾自己啲會友間唔中上嚟即係有時企下肚或者係上嚟傾下偈，咁就可能都會用下，不過就甚少嘅。咁所以每一個星期
主要開放嘅時間咧都係得幾個小時，即係主要係星期日崇拜啦，咁佢哋就會開。但係一崇拜完咗咧，就基本上就係成個禮拜都係好少用噶啦，就好似呢一間咁樣啦嚇。咁我哋再睇下我哋香港嘅場地啦，即係教會喺啲咩場地嗰度即係辦教會啦。咁呢一個係喺2019年教新即係做一次嘅報告裏邊咧，就有個統計嘅。咁你見到咧就係獨立座堂嘅教會咧，就係得168間嘅啫，即係總數咧大概1300幾間啦喺香港。咁呢啲係主要係講係中文教會嘅咁又冇包另外一啲叫國際教會或者英文教會就冇包喺呢度。咁所以咧就得大概1/8度啦，係一啲座堂，即係一啲有地有個教堂嘅一啲即係教會嚟嘅。咁嗰啲就係多數都係喺戰後，譬如50、60、70年代嗰陣時起嘅。咁而家大部分嗰啲都比較老化噶啦嚇。咁去到80、90年代咧，就通常就會開始，因為嗰陣時啲教堂就即係可能人數比較多啦，坐唔晒啦，咁就開始咧就會買一啲物業，就喺啲商住或者商業嘅單位裏邊。咁所以你見到咧，商業嘅樓宇裏邊咧就有301間嘅。咁而喺商住嘅樓宇咧，就係有377間，即係商業同住宅，有啲係下邊係商業，上邊係住宅嘅一啲樓宇。咁嗰度咧夾埋咧就都有600幾間。咁嗰度咧其實佔咗我哋差唔即係基本上係一半噶啦，就係喺晒呢啲商業或者商住嘅樓宇裏邊。咁另外仲有300幾間咧喺學校嘅場地裏邊嘅。咁喺學校場地嗰啲好多都開始係準備遷出噶啦，或者佢哋都有啲係學校可能又要收翻佢哋錢啊，或者唔再租俾佢哋啊。咁所以咧有一啲都開始係要喺出邊揾翻一啲商業嘅單位咧去即係去辦佢哋教會噶啦。咁另外有102間咧就喺社福嘅場所啦，即係可能有一啲譬如一啲屋邨嘅地下嗰層咧就有啲單位咧就俾一啲即係可能一啲鋪位咁啦，就係俾一啲機構去做一啲社會服務嘅。咁有時嗰啲咧就會做埋教會星期日。咁另外有少數咧就會喺啲工業大廈啦，同埋其他嘅場所。咁呢啲其實就未必一定係啱條例噶啦，不過都會有一啲呢啲嘅。咁即係總數加埋晒咧，就係超過1300間嘅中文教會。OK， 咁我哋睇翻個使用量啦。咁使用量其實就好難量度到嘅，不過即係佢哋就用崇拜嘅次數嚟到計嘅。咁所以咧就每個星期你見到咧就喺2019年咧就崇拜嘅總數咧就有3872次嘅崇拜嘅每個星期。咁咧就平日咧就得116次嘅啫。咁星期六咧，咁有啲譬如青年嗰啲咧，有啲中意係星期六嘅，就有527嘅次數啦。咁星期日就梗係會最多啦，就有3229嘅。咁所以咧就最底嗰度咧，你見到咧就即係我哋當佢每日嘅有8個小時嚟到計咧，咁個使用率咧就平日咧得0.7% 嘅啫。咁星期六咧就有15.2%。而星期日咧就有92.8%，即係星期日嘅用量咧基本上都用盡嘅咁滯噶啦。咁但係其他嘅日子咧就會係比較用得少啦嚇。咁咧就call 翻唔同嘅人講嘅一啲説話啦。咁賴淑芬博士啦，佢係前無家者協會嘅總幹事啦。咁佢就話，即係喺一個叫基層的無牆教會裏邊講啦，佢就話不少人認為咧教會係最浪費地方嘅。因為租金昂貴，但係咧日日都係閒置，咁浪費咗珍貴嘅資源。咁所以佢都贊成要開放教會服侍社區，就好似早期教會嘅繁榮公用嘅概念。咁另外一位牧師啦，胡志偉牧師啦，佢係都係教新嘅之前嘅總幹事啦。咁佢就話喺一篇名為《開放教會》嘅文章裏邊講咧，咁佢就認為教會咧係屬於係一個公共空間嚟嘅。咁所以教會成為教會咧，就唔係私人住宅嘅會所，必然歡迎所有人士參與。地方堂會咧有佢嘅必然嘅公開性嘅咁所以教會係咪公共空間咧？係咪應該招呼出邊嘅一啲唔認識嘅人嚟到使用咧？咁呢個就係我哋會討論嘅一個問題。咁另外一位叫陳淑娟牧師啦，咁佢出咗呢本書叫《無牆教會的
震撼轉化嘅。咁呢本書都係好賣得嘅，咁都好多人買嚟睇嘅。咁佢就話咧，即係佢就分享佢教會，即係由佢哋一間即係中產得60-70人嘅教會啦，即係一間好傳統嘅堂會啦。咁點樣能夠轉化變到係一間中產同基層可以共用，有幾百人聚會嘅無牆教會？咁呢其實佢就係喺疫情前佢就接手呢間教會，咁佢就開始做一啲即係社會嘅服務啦，或者一啲基層嘅事工啦。咁其實佢哋乜都做嘅，即係包括譬如派飯啊、長者啊、SEN 嘅即係特殊兒童啊、南亞裔啊、或者一啲家庭啊、婦女啊、新移民啊，總之就補習啊，乜都即係乜都有做。咁佢哋教會咧就喺呢6-7年咧，就由一間即係好多年都係得嗰班中產60-70人喺嗰度聚會嘅教會咧，就變咗一間幾百人咁啲基層啊同埋啲中產都坐埋一齊聚會嘅一間教會。咁佢就唔單止係讓教會打破咗不同階層嘅隔膜啦，仲拆毀即係教會即係所謂教會嘅4埲牆啦，就成為一個即係社區嘅無牆教會啦。咁所以佢直至到今日咧，佢哋都係7日都開放嘅。咁每一日都基本上係用盡佢哋教會每一日嘅空間嘅。其實我都有去同佢派過飯啊，即係入過去佢教會度參觀好多次啊。咁所以其實佢哋教會咧係好忙碌嘅，即係啲人係出出入入好多基層人士，特別係可能係佢嗰個社區啦，因為佢都係回應翻佢哋嗰一區大角咀裏邊嘅需要。咁嗰度其實就好多屋邨啊、基層人士啊，咁佢哋都即係好中意上嚟佢嗰度嘅其實。